即马有阁足侪烦恼的代志伫阮的心内底，啊，毋过当咱对伊来祈祷的时阵，耶稣也为着咱亲受一切。耶稣替我担当所有的忧闷，搁摆我的苦痛。耶稣为着我的过失受伤，为着我的罪我受害。因为你受刑罚，予我的平安；因为你受逼迫，予我的依靠，完全的依靠。感谢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平安，我的依靠。亲爱耶稣，也我的主，你的稳定就当我心。耶稣替我担当所有的忧闷，搁陪我的苦痛。耶稣为着我的过失受伤，为着我的罪我受害。因为你受刑罚，予我的平安；因为你受逼迫，予我的依靠，完全的依靠。感谢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平安，我的依靠。亲爱耶稣，也我的主，你的稳定就当我心。将阮的烦恼完全的交托予咱的上帝，伊会为着咱来成就一切，阿们嘛。啊，对头咱等下来宣告的时阵，用更较大声的声音来宣告，邀请大家也跟咱相手。做伙来宣告。因为你受刑罚，予我的平安；因为你受逼迫，予我的依靠，完全的依靠。感谢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平安，我的依靠。亲爱耶稣，也我的主，你的稳定就当我心。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有啥物款的疼会当直到永远？只有上帝会疼。有啥物对咱的好物好处，对咱是真正有帮助的？只有主耶稣的稳定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这时咱要来祈祷，咱要为着咱的教会，过来咱的幸福小组，咱要互这个也未得到救恩的百姓，互咱厝里的人。透过咱的祈祷，上帝会当引带因来信主，互因的性命会当归属伫主的名。阿门吗？你有毋望你的全家拢会当来信主无？阿门。这个是咱举手，咱为着咱的幸福小组要开动，然后咱为着咱的厝里的人，也未信主的人，求上帝来怜悯因，互因会当来听见福音。为着咱的幸福小组，咱开声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祝你的灵听我伫你面前的恳求，因为你是怜悯，祝你是丰盛的，祝
主啊，阮的幸福小组，阮伫后礼拜阮就要开始。主啊，阮知阮需要靠着主你的救恩，主你互阮的天三甲，互阮所有的这个组员，每一个同工兄弟姊妹，互阮看见耶稣基督你所看的，就是伫条原羊也未信主的。主啊，你愿意互因会当来认办主，因为主因需要一个大牧者，恳求主你来帮助，求你来看顾，互阮会当照着上帝你互阮的热情，互阮的活力，互阮的愿款，主阮就勇敢去传，互这个一个一个拢归伫主你的名内面。主啊，你守住阮开力，守住阮每一个对主来的热心、疼心，哈利路亚。社会来，哈利路亚。你若平安举你的手起来，宣告我要对你医好。伊有听你吗？听你，你是讲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再一摆感谢耶。救主听你，平安是属于你的。哈利路亚。大大感谢耶。我的平安，我只是你。